我係阿鍾，好耐都冇更新過 YouTube 啦，咁當下就分享一下自身嘅體驗啦。喺上年5月嘅時候啦，我就見到35，嗰個時候我知道呢個係一個機會，一個回家嘅機會。咁啱35之後呢，其實就係7月1日啦。咁就當踏入咗7月啦，我嘅身體就開始痛，全身都好痛，尤其是喺右邊嘅部分。咁就大約痛咗2日就入咗醫院啦。經過檢查之後啦，當時嘅血報告嘅指數呢，全部都唔正常噶，即係全部都好唔好啦。咁醫生呢，仲建議我要做手術啊，即係之類嘅。當時我只係微笑啦，冇諗過要做啲乜嘢，亦都冇任何嘅害怕啦，只係好平安咁等待機會。咁當我痛到冇意識嘅時候啦，我見到綠色嘅光，直至我感覺到我被好多好多微細、好微細嘅綠色泡泡包圍住嘅時候，嗰個當下我就知道，咦，我仲存在。喺嗰個時間裏邊，嗰個瞬間，我對所謂嘅世界再冇任何嘅感覺。咁直至到7月尾啦，我又入多次醫院。嗰個時候，我同宇宙講：如果我可以住到11號床，咁我就知道我一定唔會回家啦。今次住院，醫院超高速咁幫我安排送上病房，而且我住嘅病床係11號。嗰陣時候我真係笑啦，唔係因為我唔需要回家而笑，而係我終於都明白啦，一切嘅一切，全部嘅全部都係我創造出嚟㗎。我創造咗一個回家嘅劇情，宇宙完美咁配合咗我，呢一個就係規律。你知唔知乜嘢係規律啊？知性其實就係一面鏡，我哋每一個心起動念都係喺呢一個規律運行。呢一個規律只係意識同埋能量嘅震動，除此之外，什麼都沒有。我不曾存在，什麼都不曾存在。當我明白到所有嘅血報告指數就突然之間變返正常啦，係咪好有趣呢？當時有一種安穩自在嘅感覺。我哋之所以感覺到呢一個世界，就係因為定下咗好多嘅定義同埋解釋。如果真係要用言語去解釋嘅話，就係我哋對規律呢個能量嘅震動好沉好黏，太牢固啦。你以為一切嘅看見、一切感覺到都係真實嘅，
其實就係太多嘅受想行識。當你確切咁看見全部都係戲論，全部其實只係規律，唔再排斥，唔再爭辯，咁樣能量就會變得好輕好薄，空色一如，既是空也是有，無一無二，好好咁觀就可以啦。不沉溺，不放縱，停止內在對話，呢個就係唐望所講嘅控制下的愚行。無論發生什麼，只是規律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我們根本不用修什麼，只是觀，只是覺察，看到一切發生。何謂觀？用心體會，我心我佛，平安自在。專注於呼吸，看破那個規律，一切歸零，回到原本嘅平安裏。我哋本來就係喺平安裏面，從來都冇離開過。火嘅能量雖然好急好猛烈，保持平靜，放輕鬆，唔需要去抗衡佢，只係覺察、穿透、超越，放輕鬆，成為穿透嘅能量。今次嘅分享就到呢一度，祝福大家，非常之感謝同埋感恩。Yenan Crash Anakin，Thank you and love you。